小心烫啊！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喜欢吃啊？以后我每天烤给你。以后啊？以后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像这样坐在一起。没事儿，反正现在在一块儿，你就多吃一点。你知道吗？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哦，不对，是第二个。第二个？那最好吃的是什么？想知道吗？我不告诉你。不告诉你。你告诉我吧。不说。到底把碧瑶怎么样了？高喜怒。是青云弟子张小凡骗取了碧瑶的信任，在下冒着性命危险将法宝夺回，这才前来物归原主，请宗主明鉴。碧瑶呢？碧瑶无恙，但是仍同青云弟子一起，不知去了何处。无言若是有半分欺瞒，便叫我被本门万蛇谷虐体而死。如此说来，倒是要感谢你原物奉还了。宗主客气了，在下此来还有师门的一道口信，望与你结为同盟。如今各派如同一盘散沙，奉还伤心花与天书，正是为了表达我万都门结盟的诚意。伤心花和天书本来就是鬼王宗之物，你拿这个来与我结盟？若非晚辈从青云弟子手中夺回，此刻伤心花与天书多半已落在青云手中。于都城里，师傅他老人家错下判断，得罪了贵派与碧瑶小姐，还让我代为转告，
望宗主见谅。伤心花是不是你夺回来的？姑且不论，但是以毒神的脾性，竟会说出见谅的话。秦无厌，你这个信口雌黄，未免扯得太过了吧？无论如何，在下的确是诚心前来结盟。宗主，如今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青云门，当年我们的劫难，实在不能再来一次了。既有此心，便暂且等待几日，容我考虑考虑吧。好了，你不用再跟着我了，回去找你的师兄师姐吧。哦，可是天书……哎，伤心花是被谁偷的？哈，原来你不是担心我啊！你这样跟着我是为了天书啊！当然，你的安危是最重要的。但是现在确保你没事了，天书还是应该找回来的，不然萧师兄回师门禀报，我跟鲸羽会被师傅打死的。哼！名门正派的弟子给魔教妖女烤兔子吃，打死也活该。碧瑶，我来找你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是想跟你道别。那天晚上，你等了我一晚，是不是？傻子才等你一晚呢。我知道是我不好，要是我知道是你在等我，我肯定会去找你的。碧瑶，我帮你找回伤心花，再回青云，好不好？不用。伤心花认主的，就算对方拿走，应该也打不开。若真是万毒门的人，幽姨也去调查了。我看你就和我回胡岐山吧，让我爹想想办法，先让他克制住天书对你身体的危害。至于天书，以后再慢慢找吧。可是我是青云弟子，我不能去。那你就等死吧！你没听守护灵说吗？这样下去，迟早会没命的。我知道你是对我好，可是你爹一直觊觎着天书，我担心。怕的话就算了。你不是要跟我道别吗？好，那我现在跟你正式道别，告辞。小兄弟何故而来？请坐。我看小兄弟身手不像是寻常江湖中人，请问尊姓大名？在下青云门弟子张小凡，不知阁下尊姓大名？我姓万，草字人王。万人王。青云乃是天下第一大门派，源远流长，道法精深，为世人所仰慕。小兄弟年纪轻轻便入得名门，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先生过奖了，青云门弟子卧虎藏龙，
我实属朽木一根，不成器的。小兄弟过谦了。先生风尘仆仆的样子，不知是要去哪儿？天地之大，浩瀚无边，游历世间，大山古泽，随意而往。闲云野鹤，悠然自得，真是让人羡慕。小兄弟既是在青云门下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小兄弟可否满足？先生请说。在下从小就仰慕阁下这等修真高人，只可惜机缘不够，不得其门而入。而且，在下怎会有上不了台面之说？不要说是先生了，便是我同门中人，也常常嘲笑我。奇怪，在这位素未平生的人面前，我怎么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说呢？先生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小兄弟，我因为对仙家之道比较感兴趣，所以多读了些书。有件事情，还想向小兄弟请教。先生，请说。这件宝物是否含有阁下的精血？可是两件事物合二为一。你可知道，这上面的珠子，乃是魔教的圣物？你说什么？此珠子乃是800年前魔教祖师黑心老人的遗物，名字叫做噬血珠。你知道这珠子的来历，不知你可否愿意知道这黑色短棒的来历呢？请先生指教。这黑色短棒煞气极重，黑光润而内敛，人若近之，3丈之内，便被逼迫气血倒灌入心而死。实不相瞒，我第一次遇见
其实这等凶杀之气，数千年来并未出现过，只是在古书孤卷中偶有记载。小兄弟真是福缘至深，居然可以得到这世上的2件至宝。小兄弟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身为青云弟子，怎么会用此等邪物？邪物？你以为什么是邪物？有多少生灵死于此棍之下，难道还不是邪物吗？杀的人多，便是邪物吗？是。狮子、山羊、猛虎。我乃是万人王，一个游历天下的凡夫俗子而已。一个凡夫俗子，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？你是魔教妖人，在你的心里，正邪之分就这么重要吗？既然如此，你怎么还会使用你手中这根魔教邪物呢？虽然它是邪物，可是我用它斩妖除魔，便是正道。我问心无愧，就跟我门中的诛仙剑是一样的。你能够想到这一层，那真是难得啊！难得啊！就凭你这个心思，便胜过了你们青云的任何人。哦，不，是胜过了这世间的大多数人。你究竟是谁？爹，别再说了，我们走吧。爹，你怎么会突然过来呀？伤心花都被人抢了，爹能不来吗？怎么会在你手里啊？这个你不需要管，你只要跟我回胡岐山，爹就把它还给你。我不跟你回去，我还有事要办呢。说走的是你，现在又不回去了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你能不能给爹一个确认的回答？爹，碧瑶啊，这次你下山这么久，难道就一点不想爹吗？爹要是不来找你，你何时能让爹见上你啊？我也想见你啊。我还以为你长大了把爹给忘了。没有爹，还不是张小凡的。张小凡，张小凡，
不过这小子性子倔强，倒还是有几分像我当年的心智坚定。爹，既然你这么欣赏他，他手里又有咱们总队的法宝，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把他抓回来？抓回去烧肉吃，还是抓回去做我的女婿啊？哎呦，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，我是说他手里的那根烧火棍。这噬血珠和摄魂被他的精血融合之后，居然成了血炼之物。如今这宝物除了他，没有人可以驾驭得了。我们即便抢回去，也是没有用的。哦，怪不得我觉得那根烧火棍有点古怪。碧瑶啊，你的心思爹难道还会不知道吗？但是即便是这样，以他那性格的倔强，我就是让他加入我教，这也是千难万难的，你明白吗？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。碧瑶啊，看在他解开你多年的心结，而且数次救你于危难之中，只要有机会，爹一定会还他这个人情的。爹，你说真的吗？爹说话素来一言九鼎，不过这要看他会不会到胡岐山来找你，爹再酌情处理。哦。杀的人多，便是邪巫吗？是。狮子、山羊、猛虎、兔子，他们也在杀，难道也都是邪巫？诛仙剑在千年之前正魔大战中，杀戮了多少生灵，毁了多少人的性命？若论方今天下，世间宝物，真正杀人最多、杀气最重的，莫过于被你们青云奉为神明的诛仙古剑了。在你的心里，正邪之分就这么重要了。什么是正？什么又是魔？人活在世上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看，你不如先跟我回胡岐山。至于被偷走的天书，慢慢找就是。我还是先帮你找到伤心花，再回青云门吧。
爹，你不会想像黑心老人一般？天书乃是上古秘术，迄今为止没有几人能够修习成功，爹不会贸然尝试的，放心吧。那这个伤心花，你是从哪儿得到的？谁抢了你的伤心花，便是谁亲自送到胡岐山的。没想到魔教之人留下的伤竟越来越重，连运功法力都……不如我帮师兄你运功疗伤吧。好。那张小凡手中不但持有旷古未见的至凶法宝，而且我上次为他把脉之时，还意外发现，他竟然身怀青云、天阴两门的功法。天阴青云功法迥异，他是从何习来的？想必也是机缘巧合吧。可难得的是，小子修行未深，又终日与这大凶之物为伴，时日一久，必将被这法宝内的戾气所侵，性子有所改变，好杀嗜血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正道岂能容他？我倒不是看上这小子的功夫了，而是因为他与碧瑶的几次生死与共，我看他是个重情之人。一个人的性子想要改变，虽说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想想办法，倒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可惜了，要是早点遇见他，兴许还有别的用处。先生的意思是，用他替萧逸才？兽血已经用出，此时想再换一个祭体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况且，萧逸才作为炉鼎，此时是否已经被兽血侵蚀，还有待观察。萧逸才此人与张小凡恰恰相反，野心太大，只怕来日不好控制。宗主多虑了，如果他想造反，即便我们不出手，青云又岂会放过他？
靖宇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在定海庄内也是连番受伤，别逞强了。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吧。多谢师兄。喝下这兽神之血，你便将拥有强大的力量。不过，你得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每当月圆之时，你将会短暂地变身成嗜血怪物，而沾有你鲜血的人也将逐渐被兽化。我不能让任何威胁存在，我不能失败，不能被师妹遗弃。靖宇，对不起了。熬了一碗调理气脉的药，内伤刚好，实在不宜运动。我看你也有点气力不济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快，把药喝了吧。师兄，你喝吧。你也受了重伤，我还能坚持。自己是兄弟，干嘛这么客气？这样吧，师兄喝一半，你喝一半。多谢师兄。看我抓住你！来呀，追我呀！快，你追不上我啊，笨蛋！来呀！你站住！张小凡，你站住！有种别跑！来追我呀，笨蛋！站住！抓到你了！你抓不住我，笨蛋！过来！来呀来！哎，抓不住我！小凡，青羽，你长大了。靖宇，这就是草苗村。
这就是我和小凡的故乡。没想到一眨眼，过去这么多年了。其实凶手多半是炼血堂的妖人。既然你已经报了仇了，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。其实凶手是谁，一直都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但是天理昭昭，相信所有的真相都会水落石出的。萧逸才失职的书信已经送到通天峰了，他和鲸羽今天就要回来，可是小凡还是没有消息。想是啊，老七贪玩儿，山下呢是个花花世界，那是他说能回来就能回来的。嗨，夫人放心，等他回来了呀，一定再打他板子。你当他是老六他们？小凡向来老实，不懂那些偷奸耍滑的招数。你要让他回来，他绝不敢拖延。我是担心他是不是又落到了魔教的什么陷阱里面。萧逸才的信上还说，他与鬼王宗勾结。哎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老七是什么人，我还不了解吗？鬼王宗骗他干什么呀？熬汤喝呀！一定是萧逸才他们妒忌咱们大竹峰，背后放冷箭，一个德行。瞧你这脾气，说着说着就急了，快喝茶吧。你当我家是万毒门呐？随便换身衣服就想混进来？要不是我爹早命弟子上山迎你，恐怕你连半山结界都过不去。伤心花找回来了。那就好。那我走了。感情你冒着生命危险上胡岐山，就是为了这个呀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喝杯茶再走吧。好。你把伤心花里面的天书给你爹了？对啊。他是我爹呀，而且我爹答应我，等你来了以后，就帮你把体内天书取出来。不行，我不会再给他一卷天书的。你不把天书拿出来，回师门以后要是被发现，会被赶出师门的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。